再来，针对着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泰所卡到的政治现金案，台北地方法院继续来审理。今仔日是木壳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官出庭来作证，针对检察官一连串的问话，伊拢拒绝回答，后续搁当庭放声大哭。 一落车，这些者就过来热情迎接，小草唔惊风雨，也要甲阿伯赞声。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今仔日早起来到北院出庭，也甲支持者握手致意。身体状况还好吗？ 本院即个开庭，团时任郭文泰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忠，也有因小妹木壳公司负责人李文官，也有会计师段木清。 这个来作证的李文官，面对检方少连续问题，伊拢拒绝回答，认为这个问题会增加家己防对手或者是处罚。少连续拒绝10几个问题，落尾检方质疑李文官伫笔录讲法无共，连名讲郭文泰第一银行的口座是单背记好意的，连名讲是干嘛考记录好意的。李文官讲。 接受问话的时阵，家己的情绪险啊记载袂牢，真侪回答拢是用药的，家己也袂记得啦。随后就喊出来，检方问伊敢有要先休庭，也毋过伊讲毋免。除了李文官，郭文泰身体状况也备受关注。陈佩琪陈律师的这个初步的一个讲法，说至少被叫起来了4次，本来就睡不好，睡得更不好，所以现在他的状况，陈佩琪是说免疫力下降的同时。 得了带状疱疹，好，而且是重感冒的。本院继续审理郭文泰政治现金案，包括伊伫将梦基金会甲木壳公司所扮演的角色，拢爱进一步调查。面对李文官拢拒绝回答，也互外界好奇未来检辩上方会安怎交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